大家好，2026年第一條短片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 Wealthsimple 嗰度我得到25蚊嘅 referral bonus。多謝一位網友喺25年12月嘅時候送我一份特別嘅聖誕禮物，就係竟然喺戶口裡面見到有25蚊嘅 referral bonus，多謝晒。咁呢，我就唔係想幫 Wealthsimple 賣廣告，只不過係 Wealthsimple 又真係幾好用。而如果大家都想開戶口，或者嚟緊喺報稅嘅季節都想用 Wealthsimple 試下報稅嘅話，都不妨用我嘅優惠碼，用我嘅 referral code 就可以，大家都會有25蚊嘅回贈入返你個戶口㗎喇。記住開咗戶口之後呢，係要入少少錢入去 activate 咗佢，咁我哋兩個人都會有25蚊嘅回贈，一舉兩得。如果唔記得咗我嘅影片係講啲乜嘢，或者點樣去開始個戶口，就睇返呢條影片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